顶个月底，高雄台20线一家口仔5个人摔落山坎死亡。保险公司则是表示讲，因明知影有危险，搁对遐过，是讲意外险无要赔。印度喀什米尔地区14落大雨，条城会经过一个休困站横冲崩起，超过50个人死亡，50个人失踪。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来看这顶个月底高雄台20线，因为落大雨，地基流起，有一家口仔5个人是摔落山坎死亡。家属申请保险，不过保险公司是讲，因明知影遐有危险，搁对遐过，所以讲意外险就无要甲因赔，引起争议。顶个月高雄的桃园区台20线，因为大水雨地基流失，细里的查某人因某含3个囝儿，人含车走落去170公尺的深谷，今仔日先生囝都伫厝倒过。给弟弟做一个留念，不然他也会想妈妈。里面有妈妈的照片在里面呢，还有姐姐的。家属打算用保险的理赔来维持囡仔以后的生活，所以传出保险公司以细里的查某人伫代志发生的时阵来回求帮助，落尾嘛落去山谷，互因认定讲明知影危险，搁去做，无符合意外死亡的要件，赔寿险袂赔意外险。他要救人性的本能啊，结果他们的认知说，他明知道危险而为之。死者的亲属高雄市议员高中德指出讲，理赔金额是差400万到500万，即马搁在和保险公司在协调。我的故意行为是要直接导致这个结果，例如死亡或伤害的结果，我们才会符合这个故意行为。那在这个情形里面进行救援的动作来看，是不符合这个故意行为的定义。有律师认为，保险公司是以监视故意行为来定义细里的查甫人的举动，但救援厝内人的动作无符合故意行为。保险经纪人嘛认为讲，细里的查甫人是车顶3个囝儿的监护人，本地就有避免囝儿死亡的责任，理赔案还有正大的讨论空间。小朋友在手无缚鸡之力的情况下，我们的爸爸过去救小孩，也是在保障他宪法的这个生存权的权益嘛。如果说今天保险公司他因为这件事情他不理赔的话呢，想必他有一定的可以增值的空间。除了意外险5个人内面，甲爸爸的户籍无伫高雄扣掉，其他的人拢符合高雄市微型保险的资格。所以因为市府是固定伫当年3月底的时阵报，5月先后，等于是未付纳入保险就死亡。面对意外险理赔的争议，专家拢建议向金融评议中心来申诉。防止控不爱理赔的保险公司是回应讲，细里的查某人敢若保寿险已经进入理赔的定数，意外险毋是因公司承保的。记者综合报道。但若是风台加上后来西南气流的大雨，这是造成中南部受灾真严重。立法院会今仔日三读通过风灾特别条例，甲这预算增加到600亿。包含在苗栗以南的地区，也搁有花莲、台东，计共是有12个县市，是加强农业设施等6项会实施到2026年底。另外，这电力设备也搁有水利设施这个部分的订建等3项是实施到2027年底。另外，若是这回有淹水的受灾户，淹50公分以上的，一户是发2万块的救助金。这个保环的立项伫咧台南七股大寮的大牌，是进前丹那市风台来，因为疫苗冲歹去，放弃的所在有甲80米长。台南市水利局出动大型的机具，要甲补起来。丹那市的时阵破去的，来个其他的护岸拢嘛不堪使用啊，规个总长嘛是盖长的，差不多几乎到咱这个要甲顶山的所在大寮大牌的护岸来甲改善。台南市府已经甲行政院争取17亿6千万，要针对大寮排水、做防水的闸门，甲加强保花等等永久性的保护。因为丹那市风台甲后续大水雨严重损到中南部，为着协助灾区的重建，立法院会15三读通过丹那市风台甲728大水雨灾后复原重建特别条例，预算的规模提高到600亿，而且明定专款专用。我们中央补助给地方，这是要救灾的复建的这个整个复原重建的钱。一定要依照目的跟项目，不能够有任何非法的这个挪用。特别条例甲特别预算的期限到明年的年底。不过，灾区复原重建的项目，包括农业设施、电力系统、甲自来水的设施等等9项。这9项是实行到2027年12月31日，下用的范围包括苗栗以南、甲花东，拢总12个县市。无论是嘉义、台南的民众，他们还住在这个帆布遮盖的房屋当中，在重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秉持重塑的原则。
立法院嘛通过附带决议，因为水灾致使住户饮水的救助，未受门牌一户来计算。饮水50公分以上的，除了按水灾灾害救助种类甲标准发放救助以外，按特别条例一户分2万块。若是有低收入户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一户分3万块。行政院嘛答应会遵守附带决议。记者综合报道。印度克什米尔地区14西风强落大水后，这大水是甲条城爱经过查索地镇的一个休息区冲放起，在地上无是已经有超过5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甚至到即阵也阁尚无有50个人失踪。当地政府就赶紧下令暂停所有的朝圣活动。民众规个面拢是落刮霉，真虚弱咧等待救援。印度克什米尔14风强落大水后，甲基希德瓦查索地镇的游客休息站，甲社区的灶卡冲歹去，这是去喜马拉雅山高海拔马恰尔马塔神庙唯一的路。所有要去遐的人，敢若会当直接落车，搁行去庙的。代志发生的时阵，有超过200个信徒，拢伫灶卡内底准备要食中昼，煞雄雄去互大水流去，真侪信徒是惊甲大声喝休，嘛有人怎惊甲哭出来。मैं तो गाड़ी के नीचे फंस गई थी। मैंने तो होप खो दी थी कि नहीं मैं नहीं हो पाएगा। फिर मेरे को मेरे फादर दिखे तो फिर मैं वहाँ से थोड़ा हिम्मत करके निकली। जब तक मैं निकली तो मेरी मम्मा जो है वो बिजली के खंभे के नीचे थे, उनके ऊपर और बहुत लोग थे। मैं तो जैसे तैसे करके निकल गई, मम्मा ज़्यादा इंजर्ड हो गए।救援人员、警察甲军方接到消息，随去搜救。伫残骸内底，希望找到其他的生还者。今年朝圣的活动为7月25开始，到9月初5结束。这个山顶变大水落来的灾害，当地政府虽下令所有的活动拢暂停。भैया हमारे सामने 2 मिनट में आँख 2 मिनट की बात में नहीं पता क्या हो गया भैया। मैं क्या बताऊँ आपको, मेरी बेटी मिसिंग है, मेरी बेटी को जहाँ से मर्जी ला कर दो। 这个落超半的大水后，印度总理莫迪甲罹难者表达哀悼，答应会提供一切救灾的援助。专家指出，极端气候愈来愈严重，大水后发生的几率增加。8月初，印度喜马拉雅山的山区则因为大水后造成灾害，死亡人数可能超过70个人。当地气象局预测，这几天阁会落大水后，可能会阁造成水崩山，甲山顶变大水落来。公司新闻新竹编译。8月23罢免投票，南投县选委会今仔日是举行电视说明会，立委马文君无到场。这罢免林涵仁、詹旭凯就发言提出这大质疑，因南马文君事后是反驳对方的指控，讲是按算要举行反恶霸暗会，亲身甲乡亲说明。823罢免投票就伫要到啊！南投第1选区立委马文君、第2选区立委尤浩罢免案说明会拢伫15举行。代表人林敬同指出，尤浩做立委了后去中国3届，提案中国配5年和6年改4年等等，批评伊做的代志甲南投的民生、经济、医疗拢无关系。因为尤浩是反击霸团甲伊做红。当选立法委员之后，附中3次，其中1次他去参加海峡两岸青年论坛，洪秀柱前主席在台上说两岸终将统一，那他就在台下听，他对这个到底有什么看法？还是说他认为这是两岸的正常交流？如果我们希望能够把观光客带来南投，把台湾的农产好茶外销大陆与国际，这也是罢免理由的话，只能说搞台独搞过了头，搞罢免搞昏了头。国民党立委马文君罢免案说明会，马文君并无到现场，敢若由罢免方代表人詹旭凯发言。伊列出罢免的理由，包括马文君牵涉沾染涉密的记录，缩减中国配5、6年改4年，台农业部甲托育相关的预算等等7大质疑，呼吁乡亲8月23投同意罢免，互南投受到重视。这次罢免不是仇恨的延续，而是责任的提醒。我们值得更好的立委。马文君在我们这个选区已经担任立委近20年，我们没有看见南投成为我们期盼的样子。罢团不断的用抹黑、造谣的方式，不实的资料一直在指控，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改善。所以，与其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去做这样不实指控的回应，我们还不如落实做一些实事。第2波的罢免案就剩上尾1礼拜，其中南投县立委马文君甲尤浩拢是罢团重点的对象。因为南北是出动2党的主席朱立伦、吴国昌，还有立法院长韩国瑜等人，15反恶霸的暗会嘛会出席来徛台。
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是二战结束80周年，中国是按算9月初3要伫咧北京天安门举行阅兵仪式。这咱的立委会是讲，这中共的纪念活动歪曲历史事实，因的目的是要加强一中原则，消灭中华民国。所以讲，立委会就宣布讲，咱的中央地方政府人员，也有捌做国防、外交、国安，也有少将以上的人员是禁止去中国参加活动。若是违规的人，相当会取消退休金。今日是日战终战80周年，中国伫9月初3要伫北京天安门头前来举行阅兵典礼，进前第一摆彩排，出动中国军队陆海空部队差不多22000人。咱这边嘛宣布讲，禁止中央地方政府的人员，佮有捌做国防、外交、国安，若是少将以上的人员去中国参加相关活动，违反者会罚钱、停止，也是取消因的退休俸，含加分种种交登来。中共的这样的93阅兵典礼呢，就会违反了93条。那我想我们就。会依照相关的规定来处置。中华民国对日抗战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存在，但中共政权近年来一再扭曲事实，误导国人，混淆国际社会认知。立委会指出讲，中国歪曲事实，继续主导对日抗战的纪念活动，目的是要强化一中原则，消灭中华民国。台湾民众拢袂认同，但退休将领的看法有诶无同。你不要拿着宪法反宪法，那我反对。言不正言不顺啊，违背历史事实啊。那事实上，中国只是拿来作为对台湾的一种统战的一种手段而已。这摆立委会命令禁止的做法嘛，搁一摆引起朝野的论战。我要请行政院先了解一下，这是不是有抵触宪法相关的规定？就是人民有行动的自由，先了解是否合宪啊，还有这个事情啊，是否要送到立法院，大家一起来商议。在台湾就是有明确的法规，不应该去助纣为虐，甚至于是跟着宣扬中共的国威。总统赖清德是伫社群平台发文指出讲，二战是历史灾难，因为少数独裁者的霸权野心，互将在国家拢捲入无情的战火。若是威权主义，搁一摆集结扩张，一定要会记得二战的教训，团结一致，互侵略无法度成功，互自由民主长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基隆正滨渔港附近有一条胜利巷，24时期是有真侪韩国人伫遐咧生活。二战结束了后，韩国人收到撤侨的通知，不过嘛是有一寡人是继续留伫咧台湾。即阵经过80年啊，迄条胜利巷遐只剩一个韩国的金阿嬷伫遐咧生活。讲的中文会当听得出有外国腔，伊是韩国籍的金妈妈，熟悉韩国翁嫁予伊，一家伙仔来台湾打拼，时间一直过去，规家伙仔都一直伫台湾，已经几十冬啊。这边的牧师这样说嘛，我先生很标准的那个男生呐，这样子好的。我那个的时候，那个台湾是在哪里也不知道呢。金妈妈规世人生活的胜利巷，都伫咧基隆的正滨渔港迄边。日本时代就捌有一大堆韩国人住伫遐，只是二战了后，大多数拢转去韩国，只有部分留落来一直住伫遮。加上时间一直咧过，即嘛巷仔内敢若剩金妈妈一个韩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这边很多以前。老一辈子他们都过世了。当去看历史，都爱对日本殖民朝鲜半岛来讲起。真侪韩国人是因为伫家乡真歹趁钱，听讲台湾趁钱较简单，至少伫二战之前，大约有2300多人来台湾讨生活。韩国人比较多一点，他们会讲我们闽南语跟国语啊。所以沟通起来一直都是很 OK 啊。亲像金妈妈因大官嘛，是因为做工课的关系，先去日本，再过来到台湾。但是日本1945年8月战败了后，美军接管日本和韩国，迄当中第一个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撤离各国的日本侨民。伫台湾的韩国人嘛，收到撤侨通知，想要登去韩国的韩国人，先伫家人集合才同意撤离。可能有一寡人是决心要留伫台湾，但有一寡人是赶袂赴。在日本时代有2波来台湾的韩国人移民啊，那时候我们都是属于日本殖民地嘛，就有大批韩国的农人失业，就会到台湾跟那个日本的其他地方去讨生活。二战了后，留台湾的韩国人，当初有一寡是意外留落来的，但长期生活的他乡，即嘛嘛变作因的故乡。记者综合报道。
咱台湾今仔日饭店3点半迄阵，美国总统 Trump 甲罗西亚总统普廷是要伫咧美国阿拉斯加见面。Trump 是望讲会当赶紧促成下一轮的美国、罗西亚甲乌克兰的3方会谈。伫咧这会谈举办进前，罗西亚甲乌克兰嘛互相交换84个战争手环。俄罗开战3冬半以来，美罗领导人的第一摆会面，就要伫阿拉斯加来举行。当地已经组织支持乌克兰的军将，抗议乌克兰击败红白图，可能变做双方摕家己爱的物件之下的牺牲品。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good meeting, but the more important meeting will be the second meeting that we're hav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utin, President Zelensky, myself, and maybe we'll bring some of the European leaders along, maybe not. 川普讲15个会谈是替后一摆美罗乌3方会谈在铺路，但有25%的几率是未成功。之前已经讲过，双方有可能必须要接受领土的交换。若是普京拒绝停战，会有严重的后果。乌克兰的立场是要求参加相关谈判，而且还陆军全面退出。罗西亚这边是坚持完全控制乌东和南部的占领区，乌克兰永远未当加入北约。普京伫会谈进前是一直抱川普讲拍拼推动停战，但是双方有可能达成新的核武管控协议，相对双方的关系营造真好的气氛。He knows that President Trump really wants to say that he's a successful peacemaker, that he's a candidate for the Nobel Peace Prize. And I think he certainly sees an opportunity in President Trump to improve U.S. relations and to get Russia the recognition that he believes that it deserves. 专家分析，普京是防起诉的战犯，无法度伫国际之间自由走动。即马所得到世界第一大国的邀请，和川普面对面来开会，气势已经占赢。认为讲特务出身的普京是正够观察、操弄人心，伊的算盘都是说服本地就真欣赏伊的川普，加上稀土和石油合作投资案，才经济上的声音，搁一摆互罗西亚爱声就有声。First i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ort of accepts lock, stock, and barrel Russian views on what the end game should look like in Ukraine. Number two is, there is some sort of agreement, let's say it's a ceasefire, but without anything that would reassure Ukraine or our European friends that Russia simply won't regroup its force. 在美罗会谈进前，罗西亚和乌克兰各进行一波换俘虏，因分别放出84个战争的犯人。联合国的报告指出讲，乌克兰今年7月有286个平民死亡，1388个人受伤，是2022年5月以来上悬的，比2024年同期增加48%。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中国的经济势面真歹，真侪5星级的高级饭店生意嘛受影响，都已经开始出来伫咧路边摆摊卖食食，望用这暴利多销的方式加减赚过。5星级饭店外口民众排队咧买饭店食面，北京百万大饭店招牌的钱粉炒鸡、小巴顶。即马伫外口的单位轮买着，因为中国经济落差，消费需求低落，企业出场的预算减少，加上宴会预订无够，饭店业销售面积面临严重的打击。百万大饭店为7月18开始伫外口摆路边摊，卖上好的钱粉炒鸡，平均每日营卖130只，比饭店餐厅一日80只较济，而且路边摊卖38块人民票，比饭店还阁俗20。经济不景气，消费能力在下降，为了鼓励消费嘛，我认为不一定正确，我认为是这样。你要如果有这么多人的话，到酒店里面吃饭，他绝对不会在这儿摆摊了，这是摊位经济。饭店员工还阁直播宣传菜单，吸引民众来买。不过饭店销售总监表示，路边摊的利润只有10%到15%，无法度完全抵消涉案业务的缺口。路透社报道指出，最近几礼拜，中国至少15间高级饭店咧摆路边摊。官方数据显示，中国餐饮业6月营收同比增加0.9%，比5月5.9%较低，才出现摆摊微波营收的现象。I think consumer prices or CPI is a very good data point, because the price never lies. If consumer prices they are going deeper down, then it is a sign that more policies are needed and more, let's say, fiscal stimulus will be needed.
新冠疫情了后，美国甲其他大型经济体被压制消费需求反弹，互产品价小清悬。不过，中国煞伫当局政策监护市场经济，监管打击几啊种产业，互真侪民间企业面临经营危机。裁员降薪水造成消费者购买力刷落落来，连续恶性循环之下，恐怕引起更加严重的通货缩案。公司新闻陈慧珍报道。东南亚国家有家己的独特的食食文化，亲像一个印尼，就一款传统的饮料叫做 jamu， 是用900款草药去调配。听讲这一杯内底就当念着这长甜苦咸无共的口味。即阵伫咧台北车头附近，就有一间饮料店有咧卖 jamu 这款凉的。除了真侪外籍移工的来买，嘛有袂少台湾人专工去挑战。咱就回来看。Minuman yang saya pesan ini namanya jamu Jokowi. Rasanya agak manis, asam, dan sedikit pedas, namun aromanya sangat harum dan sangat menyegarkan. Anda percaya tidak? Kini jamu juga sudah tersedia di Taiwan. 这杯看起来色水正野目的特调饮料，红号名做jamu Jokowi，都是做口味草本饮料。jamu 是印尼人手一杯的国民草本饮料，内面的成分有姜、姜黄、柠檬，还有酸角这烹料，用酸甜苦咸来甲形容是正拄好。真爱啉的印尼籍的民众讲，逐工啉jamu对健康真好，因为内面这烹料会当活化身体细胞，增强抵抗力。 Maknanya itu ya untuk orang Taiwan biar tahu itu jamu itu sehat。 这间饮料店的头家是一对翁仔某，先生是台湾人，太太是印尼华侨的后代。两个人去巴厘岛度蜜月的时阵，意外去食到当地的jamu，深深互迄种食歹形容的特殊味去想到。 因为这边我们所在的地点其实就是小印尼街，对，然后这边本来就有很多印尼的移工朋友在这里，周末周日会在这边聚集吃饭。 头家讲，会家的店开伫台北车头的附近，就是因为这附近都是有名的印尼街，逐工拢有真侪印尼移工伫遮聚集，变做因两城的人客。互人真意外的就是其他有8成的人客竟然拢是台湾人。亲像这个人客讲，伊真久以前有伫印尼啉过jamu，所以来对这个味道一直无法度放袂记。即摆会当伫台湾找到一间会当提供原汁原味的jamu，互伊真正足欢喜的。 因为我之前去过印尼，所以这对我来说还好。对，我之前有喝过的。店内唔但是有请印尼的新住民含工读生，佮不时拢有办活动推广印尼文化，希望互更较侪人熟悉这个热带都市国家。Senang banget sih, soalnya udah beberapa tahun di Taiwan tuh nggak pernah ketemu jamu gitu。 替人客捧一杯解热的凉的，这个宣扬印尼文化的台湾人，要用上浅的食材，互经食的人客嘛爱食，或者印尼的特色饮料伫台湾嘛拼出家己的一片天。记者综合报道。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